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这个是今日欢收看4月19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先来关心市政总质询。议员陈金晶上伫质询当中，除了质疑台南伫各种会考以后，议员大规模举办特招，和将近3000名学生加抢名册高中的课这款的现象，就应该归期废除。另外，有关中民高中的游泳池已经去了3档，佮无法度开放，今日批评已经变成网牙馆。议员陈金晶伫质询当中呈现中民高中游泳池对104年动工到现在已经3档，原本预期去年2月就要完成，结果竟然出现无接供进水的离谱缺失。伊直到现在虽然验收，不过所有行政程序也是无法度行完来正式对外开放。对此，议员除了表达遗憾，也表示现在伫游泳池对抗杂物，连水池都拢是放水的状况，恐惊成为变袂网的温床。这个水没有在用，多久会有结节？这个登革热结节跑出来？大概7天。7天哦。这里会不会成为未来台南市登革热爆发的温床？我不知道哈。对，水呢？其实议员为什么游泳池它虽然没有正式的启用，但是它需要放水，是因为如果它长期不放水，它可能会造成池底这个龟裂情形。所以即使我们游泳池没有在使用，我自己在学校服务过，我很清楚，我们一定要留一些水。但是呢，这个水不是静止不动的。它还是会有一些循环，甚至呢，我上一次去某一个学校，他还告诉我说，他们的游泳池他们还放了一些鱼进去。为什么？因为它冬天不使用游泳池的时候，它不能让它是干的。教育进一步表示，该游泳池目前是朝向委外招标来进行。当然，如果学校有任何困难，市府一定会尽力协助。时间若无按图时间，嘛会追究相关的责任。对此，代理市长嘛表示，会请副秘书长组成专案会议来检讨处理。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不管减税还是增加福利，议员张世贤上午伫总质询分别针对房屋税唔通过起，以及65岁以上老大人的健保费补助等等，拢伊甲市府交换意见，甚至今日要求市长表态，有凭良心做代志。议员张世贤一开始质询，就针对房屋税议题再次追问代理市长李梦燕到底到要调降，伊个人内心够想要减税。对此，市长明确表示，依照评价委员会决议，需要等明年才会当重新开会讨论，并是市长的裁量权得当决定。议员强调，既然加税定案，但是对着65岁以上老人的健保费补助，敢是当考虑对白户来试办，积极争取市民的权益。所以福利啦老人的健保补助啦，你的看法是安怎啦？其实真侪，包括即马6都也好，已经，譬如说台中已经改做甲咱同款，台北嘛开始实施，过去它有全面性的补助，它现在也开始先针对排户。咱若唔甲试办一档的看安怎？咱若甲试办一档的看安怎？就你迄个拄则，伊做你建议的是不是先从排户开始？但是阮评估起来，如果从排户开始，至少也要超10几亿啦。议员伫会中除了争取减税甲市民的福利，嘛特别针对溪坝山区需要路平向市府申请。另外，就是切爱收购价小歹，希望市府拢也叫关心，要求所有官员唔通只是伫办公室，应该到庄脚4月行，了解百姓心声。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即下关闭新华甲龙家这3大产区所共同举办的台南往来好顺季，今年将对4月28开始展开为期1个月好食佮好耍活动，受欢迎国内外游客拢做回来台南佚佗。台南是往来甲得顺的重要产区，
不管是品质还是产量，拢备受肯定。市府为将这优良农产推广出去，结合关庙、新化、良家这3区，举办2018台南王来好笋季，特别规划规个月好食又搁好耍的精彩活动。欢迎我们4月28号到5月26号，将近1个月的时间，来到我们关庙、龙崎还有新化，来吃我们的凤梨，还有我们的竹笋。我们关庙区公所也很用心2年前就办了一个凤梨竹笋宴，要感谢楼塞了把这个凤梨竹笋能够入菜。今年听说有100桌，已经开始报名了，所以呼应大家要吃要紧大家头拄咱区长讲的，大手牵小手老丁招老卡啦阿母叫阿爸，厝边来招厝卡大家做伙来倒位，来关庙，来良家，来新化，来食咱的往来加竹笋。2018台南往来好笋季，由关庙、良家、新化这3区联合行销。举办的期间，伫这3区拢有精彩活动。民众若想要知影搁较侪详情，会当上脸书找找台南往来好笋季来查询。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为了关心新营等6区的道路，大约有70位的危险路段，向议员参选人李宗翰甲立委林俊宪共同会勘，呼吁市府如果因为是交通设计或者是指示所造成问题，会当透过科技来进行改善。根据台南市道路潜在危机的地图，溪北地区大约有70个危险地点，其中9成拢伫新营区。地处议员参选人李宗翰甲立委林俊宪19号上午伫新营区民权路甲3面路口会勘，表示市府开放平台顶面的交通数据非常完整，应该好好利用这些数据，对危险的路口进行改善。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经常累积的数据就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不一定生活在地，但是我们可以对台南市可能发生的问题一目了然。我们希望借由这样子的方式来逐步改善，把正确的资源投放在正确的地点，落实我们的交通安全，借由大数据一次改善。我们可以经常想得到，就是直接做所谓的硬体加设，就是直接说改善道路交通也可以改善我们的加强人力巡逻。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相对比较耗时、耗力、耗人的方法。我们现在目前会有所谓3D的路标，希望说既有用路人经过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降下来，或者是我们可以直接做一个小型的看板提醒说，这个时间点在什么时候特别容易发生车祸，也提醒用路人。既有这样子的方式，我们可以不用派这么多人，但是就可以达到提醒的效果。过去我们经常有统计10大危险路口，或者是经常发生车祸的路段，如果他每一年都入选，那表示这个政府怠惰它有疏忽的地方。为什么危险的路段它每一年同样持续危险呢？难道没有办法去改善它吗？应该要分门别类的对症下药这是我们希望未来如果像钟汉这样子的年轻人能够进入议会用不一样的问政方式我想这是台湾政治的进步也是市民愿意给年轻人一个机会，我想最主要的一个动力。李宗翰表示，台南市平均10个人都有3台小客车、7台机车，所拢伫6都分别是第3名甲第2名，所以交通绝对是重要议题。特别交通事故也牵涉到人命，千万唔通疏忽。台南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新闻今日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
人爱读册。迎接母亲节，虎城防癌抗癌健康协会5月5号将伫新兴国小办理母亲节的感恩活动。期待这个活动为社会带来正面温馨的力量，同时结合防癌抗癌正确的保健观念，提高大家对癌症的认识。台南市虎城防癌抗癌健康协会创立伫咧104年9月。一直推动全民防癌抗癌观念为目的，努力促进社会关怀，提升健康生活品质。为发挥社会教化的力量，协会为去年就开始举办弘扬孝道的活动，得到真侪市民的好评。今年再度举办孝亲活动，让子女后辈会当替长辈洗脚抓灵，报答养育的温情。我是认为讲有诶伫平时吼。反正咱都有淡薄内心的迄个歉疚，伫这个咱的母亲节，也当互咱的做囝的人来有这个机会嘛，真好。互做妈妈的人，互伊感觉讲伊真温馨，真幸福，会当安尼有这个囝儿来甲伊来洗脚，这嘛人生一大快乐的代志呢吼。当时这孝是百善孝为先，我是咧讲大健康的人，这大健康就要为心先修起的，为心啦，从心要去做起的，这心会当善良，都有法度当好健康。协会举办的弘扬孝道活动，5月5号将伫咧南区兴南国小登场，除了有安排表演团体现场演出，阁有真侪单位通好踅，而且完全毋免报名费用。欢迎市民向协会也是蔡小辉、罗坤和议员服务处报名。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迎接5月第2礼拜母亲节，各大饭店嘛纷纷推出澎湃料理，其中桂田酒店伫东港的中道就特别推出中餐的倒菜，不只有顶级实在享受，也有精彩乐团表演加抽奖的趣味活动，会当讲是物超所带。5月13号就是母亲节，请妈妈食顿青草减一顿草环是上届实际庆祝，所以饭店业者嘛陆续推出各种的料理来吸引民众眼光。参照这8道由桂田饭店所推出的菜色，每道菜拢是开真侪功夫，选用顶级的食材所煮的相当澎湃。其中更是有空白8点钟已经变成泥白色的鸡汤，要来慰劳妈妈的心乐。其实这道汤的话，为什么我们熬到它乳白色？就是我们熬到乳白色，但是我们绝对没有加牛奶的，因为我们会抱着妈妈那个养育之愿，就是以前小朋友的话是母乳嘛，所以特别把这道汤做到这个颜色，一熬就熬到它6到8个小时了。那然后我们把这道汤再把它收干，变成乳白色的。然后我们这道是农家菜，农家菜呢是蛮有怀旧古早的味道。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汤再搭配我们那些菌菇啊、鸡肉啊，还有高档的鲍鱼丝啊，还有那个鱼翅啊，这样子我们来孝敬妈妈的。业者表示，这中餐的倒菜对今日开始接受预订，有6人份7000里的，嘛有10人份12块，每一道也赠送母亲节的鸡卵糕。而且5月13号迄天中昼除了食大餐，饭店也准备乐团的表演，以及免费替全家翕上顶好康，而且民众把机会提早预订。台新闻顾文吉、林根采访报道。提醒观众注意，4月份才开始缴牌照税，期限是到4月30号。对此，市府税务局为了让民众更加多元的缴纳方式，目前用手机 APP， 或是到超商缴拢会使，相当方便。2018今年是行动支付元年，所以税务局特别设定了侪方便民众纳税方式，让大家拢会当轻轻松松来缴纳税金。
也因为4月份要开征牌照税，所以税务局使用牌照税科，也特别针对多元的管道向民众来说明。如果你手上有税单，那我们税务局也提供各种不同的缴税管道。那以下我就用这个简表来向各位来说明。首先你如果有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的话，你可以下载台湾Pay APP， 还有8大公股行库网络银行 APP 之台湾Pay， 这个只能绑定金融卡。那你也可以下载支付宝 Pay to Go APP， 这个只能绑定信用卡跟活期储蓄存款账户。那透过您的手机扫描税单上面的 QR code， 那就可以完成缴税的动作。你也可以直接上网连到财政部的缴税网站，就是使用牌照税线上查缴税系统，透过自然人凭证，或者是已经跟健保局注册的健保卡，输入你要扣缴的信用卡、金融卡或者是活期储蓄存款账户的资料，再自行输入你要缴税的资料，那也可以完成缴税，相当的方便。在这边也呼吁各位乡亲可以多多利用网络的申报。最后，当然你也可以利用临柜缴税的方式，当然可以到银行、农会、信用合作社等各个金融机构用现金来缴纳。不过目前那个邮局渣打银行、新展银行，还有汇丰银行等4个机构，目前是没有代收税款的。特别提醒乡亲不要白跑一趟。当时因为要甲济银行配合缴纳，所以也真欢迎民众会当前往纳税，无一定爱走税务局一抓。税务局当时也大力宣导，希望民众会当多多利用行动支付的 APP 来纳税，不但省时间，而且又个成功。台湾新闻网号采访报道。个人感情已经是咱十大感情死亡原因的第2位，但因为早期无明显的镜头，所以真容易被疏忽，就发现有可能拢是末期。对此，基美下中心为提高患者的存活率，透过第4代电脑刀，佮配合标靶药物，互患者一档的存活率会当超过55%。光感早期并无明显的镜头，不过一旦常常出现腹肚痛、腹肚胀、需要摆、体重快速下降，以及不明原因的发烧等等，真侪拢经是末期，造成肝癌的死亡率真悬。只是只使用标靶药物治疗，效果有限。对此，基美病院透过电脑刀治疗，搭配标靶药物，有效提升第1档的存活率。那到目前的治疗是以标靶药为优先，但是结果不是很理想。那现在很多方式就是标靶药加其他的治疗，效果可能会很好。那我们就应用我们的电脑刀加这个治疗，看它对存活率、对整个这个疾病有没有帮忙。那我们出来的结果是确实是很不错的。使用电脑刀治疗肝癌，需要先经过肝癌团队医生的专业评估。一般肝功能、身体状况较歹，还是肿瘤上大，拢无适合电脑刀治疗。我们也是有条件的应用电脑刀来治疗。一个是它的肝容量要大，你假设非常严重，通常这种晚期的，通常一发现你非常严重，整个剩下的肝容量不足是不适合治疗的。病患的身体状态非常差。也不行，就是长期都要卧床的也不行。第3点呢，就是那个肝功能基本上呢，因为这种病人都有肝硬化，他肝硬化的程度是一定要维持在早期的肝硬化程度，就是 A 级或是最好是 A 级的。假设太晚期了就不适合了。医生表示，目前除了电脑刀、放射肿瘤科的螺旋刀甲瑞士刀2种机器，嘛当展现先进的放射治疗技术，提供病人另外选择。台湾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新闻背上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我就是好天有时最昏的天气，温度24度到30度，白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介绍实话4月19号中间，台湾电视新闻，咱再会。